因为去太湖村重建，总之从第三档税务来做影像记录，梦想到里面也开始学做茶，谈论对观行农法转型做自然有机农法的太湖茶农更加稳一年数，向下摘茶，好用手工来脱茶、配茶，还向下推出的茶新品牌。百嫩茶类第6片头研种子虫，囤茶农更加稳，可以茶园摘茶。冬天那个长不多啊，但是它这么短，就是1心3叶的。大八风在过后，因为协太湖茶农重建的过程，第6片头研种子虫没有机会来行上做茶的路。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夏季不采，然后有些人就开始做红茶，开始试验做红茶。然后那一次嘉文他们的他的田，他哥哥的那一块也是啊，就叫我们上去做试看看，看我没有兴趣上去做这样。那做完之后蛮惊艳的啦，就是说哎，原来我们也可以做茶这样，然后做出来自己喝到觉得很开心。种子从屯太湖村3枚转型的茶农共用自然农法管理茶园，唔落皮唔泻药嘅，轻量帮茶树自然生长。是这种做法超出他们想象啊，他们很难想象说，哇，茶园就应该要像这样子啊，干干净净的这样子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怎么都是杂草啊？所以他们就觉得说。这样，这种做法是不专业，也干嘛这是不专业？你这定义那剩这样。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会想要学说怎么种是最好的。其实最会种的人应该就是大自然。你看，每一棵都这么茁壮，应该是跟他学习才对。因为坚持自然，唔剪茶树，每时知道产笋的时间，上个太色果土都冇共用，嗰所爱摘茶变得很过废弃。他现在这种茶哦，采茶工不太愿意采，因为你看它稀稀落落的，然后加节油，所以他们采茶工很麻烦啊。然后采来都是这么短啊，他们握不住啊，所以采茶工就很不喜欢去采这个茶。转型除了摘茶的问题以外，外卖现奶农喺亚洲茶农一份社会。刚开始其实会觉得，去做这个区块，当然知道其实市场是这个趋势，但是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消费者？其实那时候还是当然会担心啊。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会怕，说做这个真的划得来吗？一定划不来，因为我们惯行做得好好的啊。产量有啊，又好卖啊，所以下去做这个区块的话，一定旁边的人都不赞成啊。喺他家吃到冇乜嘅前途嘅情形下，一等人行喺嘅天，私晒嚟做看咯，相互交工吞數做野風茶，用手工嘅方式嚟推嚟配，用這個嘅溫度比也該難能有數成量用唔到嘅自然野風茶價值。好辛苦哦，因为很烫啊，它那个大概有200-300度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要手下去翻搅，以前都是用那个刀子啦。然后我们这个茶，因为它节间比较短，所以有时候比较嫩一点。所以你这样如果用那个工具下去炒啊，可能会伤害到它。然
然后如果可以用手下去，就是会对它比较好，可是非常烫。那时候炒完之后，2只手像红红的这样，不太会痛。整个手会是白的，好像被煮过这样子。对，蛮好玩的。对啊，是很好玩。而且这过程是很好玩啦，我们是觉得很好玩。可是外面看起来，外面的人看起来应该会觉得怎么会把茶弄得这么辛苦这样？然后茶园也好像炒这么多这样。咱西弄，咱西弄不够。这些材料你看到都是比如爸爸受灾户的，我阿姨的，或者是一些我外公他们的一些金针寮啊，这些木头，他说在那边它就是一直会烂掉，太可惜了。我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把它盖，就是把它重新利用。更加问7家和提7家的茶园顺头搭茶屋。用旧的塑料的雕出新的生命力，也係希望會有帶頭的作用，發展出規個社區的茶空間。整個茶區的話，如果有這種到處林立這種自己每個茶農一個特色的一個茶屋，每個茶農把他的那種私房茶，在他們的一個茶屋裡面呈現出來，然後整個社區。大家都很享受这种茶空间、茶屋这种空间。我相信整个村庄的那种感觉会提升很多。也有人对茶的熱情、對土地的友善，總算本人看到、本人傾聽。故宮3系統買一人的茶心，支持在後茶產業重建。那么我们就觉得说，既然它是少，那么故宫的茶要带头做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让大家先开始喝，知道这样的茶的差别。所以慢慢的，我们也希望说，茶文化在我们台湾，除了只是在这个喝茶的过程中的是一种文化习性之外，也加入了对山川土地的关怀，也加入了农民对于健康、对于用药意識的關懷。故宮實際用市場消費來表達支持，確實未帶動其他的茶農想愛改變，來加入友善土地的工作方式。其實現在已經有大概1、2位也要加入，因為可能覺得，因為以往就是可能看到我們做，會覺得你們做這個，你們的消費者在哪裡，會有這個疑慮。但是現在你像故宮這個有來支持我們這個耕作方式，我覺得其實大家信心會增加，就是未來可能慢慢的會越來越多人有興趣加入這個區塊。我覺得有一個標杆作用啊，就是別人看到說，有人這樣做，然後也看到蠻不錯的成績，那或許他會慢慢的在思考，因為未來我覺得整個環境啊，或是整個那個經濟結構，我覺得慢慢變化，包含現在的那個進口茶進來，對慣行農法衝擊是蠻大的。其實他們一直在思考說，怎麼可以提高他們的茶價，所以他們有在想說，是不是夏天做不一樣的茶？那我覺得現在夏天做紅茶也只是有點一窩蜂啦。那如果這種熱潮退了，那未來要怎麼辦？還是必須慢慢去思考未來產業的問題。太自然按目前的考驗，是知道太多茶農要面對產業轉型同生態平衡的兩難，也有茶農行喺唔熟唔識的產業轉型一條路。雖然規路的開到困難，未無聽錯會成功，不過一定該有信心的認為，這係一條可以行的路。